姊妹，當我學識享受獨處之後，我發現咗一個有趣嘅矛盾。當你越能夠一個人好好生活，你就越能夠同人有一個好好嘅關係。點解？因為真正嘅人際關係唔係出於我需要你嚟完整我，而係我已經完整，我選擇同你分享。具體可以點做？第一，帶住完整嘅自己開始呢段關係。以前我總係想喺人身上揾安全感、揾認同，而家我明白安全感應該係自己俾自己，認同應該係自己肯定自己啊。當我帶住呢份完整去見人，反而可以更放鬆、更真實。第二，定我清晰嘅界線。因為知道自己想要乜唔想要乜，我可以好好咁表達。就好似我好珍惜我哋嘅時間，所以我哋見面嘅時候可唔可以盡量少啲用電話？我好重視呢段關係，所以我希望我哋可以坦誠啲咁溝通。界線唔係推開人啊，係教人點樣更好咁愛你。第三，我唔怕冇話題。以前成日驚同人一齊冇嘢講會好尷尬，而家我發覺當你一個人嘅時候諗多咗、體驗多咗，你反而有更多有趣嘅嘢可以同人分享啊。可能係學識咗新技能嘅心得，可能係一個旅行嘅新體驗。最好嘅關係唔係兩個人黐到實啊，而係兩個獨立嘅人選擇行埋一齊，互相分享呢個世界。當你識得同自己做好朋友，你先會真正識得點樣同其他人做好朋友。我係 Micky，follow 我，陪你一齊內外兼修，成為更好嘅自己啊！